數到沙田最受歡迎嘅私人屋苑，點少得沙田第一城。佢係由長實、新地、恒基同新世界4大地產商罕有合作開發，建築同配套都相當完善。屋苑由52座住宅樓宇組成，實用面積介乎284至854平方尺，間隔選擇由細2房至3房套連工人房。單位開即多變，由日字廳、曲尺廳、中央廳都有，入場門檻低，特別受上車人士歡迎。景觀方面，部分向西北同東北單位可享城門河景，其餘嘅就以市區景或者內園樓景為主。屋苑本身有住客會所，但係幾步之遙咧，亦都有城門河、河畔單車徑、小瀝源路遊樂場、網球場、草地滾球場等嘅康體設施。小學屬91校網，中學係沙田區。較出名嘅有沙田蘇浙公學、林大輝中學。屋苑範圍內設有商場、有街市、超市、餐廳同其他民生店鋪。雖然呢度同沙田市中心有段距離，但屋苑隔離就係港鐵第一城站，同時亦有巴士總站，交通可以講係非常方便。想睇呢區租售樓盤，立即瀏覽 House 730。